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你敢有想到823？823你有2张票通好投吗？民进党讲要罢免东行，敢有对着阵？核山公投敢有反对有认真？挖空3-5公里台深深，那伊讲的敢有科学务实甲理性？今仔日共同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正常國家基金會副執行長張明友，平日大家平安。那麼第二位中國國民黨新北市議員林金吉，平日好，大家好。那麼第三位台灣民眾黨政策會執行長賴香玲，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在線頂的是罷免遊學領銜人林敬東，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首先呢，咱先來關心到823的立委罷免有7個案，南投就佔2個，是馬文君甲游學。立法院長韓國瑜今日早起就去到南投徛台受聽。另外，罷免團體早起嘛去掃街，呼籲鄉親投同意票。大家拜託，感謝。拜六就是罷免投票日，立法院長韓國瑜拜時早起特別到南投德山，和國民黨立委游學做伙掃街，出發進前因嘛先去德山正覺寺拜拜。韓國瑜愛南投鄉親做立委游學加馬文君的靠山，8月23出來投無同意罷免票。823，趕快這一場鬧劇，惡劣的民主發展趕快停下來，讓我們朝野一起團結起來。面對美國的關稅，詐騙集團橫行。另外，發起罷免遊學的公民團體，拜時早起趕快嘛來到德山的早市掃街。民進黨台北市東部主委張茂蘭特別來南投陪同，抱團呼籲南投民眾投同意票，將無實質的立委換掉。伫網絡面頂，也是講伫街頭來甲阮拍招呼，講伊是專工坐飛輪機為國外轉來要投票的咱的南投的朋友，住伫台中、台北的咱的少年的南投朋友，嘛要轉來投這個同意罷免票。離8月23罷免投票日剩無2天，這屆罷免投票有7案，南投佔2案，包括國民黨立委馬文君甲游學，南投罷免甲反罷免雙兵人馬，攏把握時間積極掃街催票，雙方的立場甲訴求無同，唯一共款的是，攏呼籲民眾愛出門投票，用選票來表達民意。記者陳平基南投報道。咱睇看到這個新聞大哈，就是咧講南投2案，馬文君甲游學。那麼即擺在線頂啊，就是罷免遊學的這領銜人吼，敬東，你甲咱講看賣吼，你即擺看到的，咱罷免的起草如何？即擺咧，就是因為後日就要投票嘛，所以其實咱唔管是阮罷免團體這邊，還是講對手迄邊，攏是足緊張的啊，就是講咧趕緊來，就要甲咱鄉親來拜託，講一定愛出來投票嘿。啊，你感覺比起頂擺頂一厝的這個罷免吼，你有感覺這個氣氛有較冷嗎？當然，因為迄7月26號的迄個罷免的投票的結果，小可對咱來講小可無理想啊，所以講有個人就會感覺講啊，那安尼那8月23剛有需要快出來投票，但是咧，阮是認為講吼，7月22的結果吼，甲阮愛罷免即個立法委員其實無啥物關係，因為毋管7月26的投票結果是安那，攏無法度改變。游學伊是佇立法院內底提出要互中國人6年改4年摕身份證的即個提案人，所以我感覺講嘛是愛甲鄉親啊來提醒講8月23。咱南投的罷免投票吼，嘛一定愛出來投，一定愛出來支持，才會當互遮的這立法院內底吼做一寡奇奇怪怪代志的立委，會當有一個提醒啦，甲伊講吼，你咧做啥物物件吼，咱鄉親吼攏是有咧看。啊，咱在場吼有一位你南投鄉親啦吼，張明友吼，明友啊，伊是南投人啦吼，啊，伊嘛有落去甲恁相聽吼，我要問的就是講。
那这一次吼，因为党主席赖清德有讲民进党还佫要同行，那么这几天以来吼，民进党对恁实际的这个帮助，你安怎评估是真大，还是讲有啦，因有来啦，还是安怎？好，其实为咱第一阶段甲第二阶段的联署开始，其实咱民进党，尤其是咱南投的党国阵，咱的议员其实拢是有斗相共，拢有开放因的服务处啊，或是讲县党部会当来做阮写联署的这联署站来做使用。但是当然讲7月2日了后，因为剩8月23，咱这7个选区啊，佫有这个罢免投票。所以党中央啊嘛是有派人来讲，甲阮去甲阮做讨论啊，是讲参详看卖讲，到底咱罢免团体即摆是需要什么款的即个帮助？所以咱嘛是伫咧后日，毋是后日啦，明暗有一个咱的即个选前之夜哦，就是咱中央党部甲阮罢免团体来做伙来办这个选前之夜，啊，互咱的乡亲、咱的支持者会当来来南投啊，来做伙来加油，互相鼓励。啊，拜六的时阵就登去，就是投这个同意罢免票。敬同，我看这个二阶段恁送联署书吼，25,717吼，这个件数啦吼。啊，但是文化吼，25%是48,767，这差不多有相当有一半的这个距离吼。上后尾差不多24点钟啊吼，你有最后有啥物愿望？我予你一个机会，向民进党党中央，或者是咱南投乡亲吼，过来做一个呼吁，还是来拜托民进党党中央，赶紧什么资源要落来安怎？互你来讲。好，就是咱南投的乡亲哦，其实我嘛是又好是竹山人啊，我嘛是竹山人啦，我嘛是伫竹山大汉的。但是啊，即届咧，即个罢免运动吼，毋单单是讲是民进党主办的，也是安那，是咱每一个公民哦，咱对这立法院内底伊的行为哦，阮看袂落去，所以。但是咧，阮台湾若是要赢，咱南投吼，若是要赢，其实最需要的就是希望伫外口的这南投人，因为阮足侪南投人是伫外口咧读书，也是讲是咧找工课，所以讲希望即礼拜六咱每一个伫外口咧拍拼的南投的乡亲、南投的朋友会当倒来专工。来投这个同意罢免票，啊嘛来看你的厝内的人，咱互咱的故乡，互咱南投有一个改变的机会。啊，袂记甲你问哦，这佛山公投咧，恁家己在宣传顶头，还是讲整个运动的时阵，恁安怎讲这个佛山的公投？因为阮是罢免团体嘛，所以讲这公投的部分其实阮就是咱的讨论就是较少，因为阮嘛是咱主要甲阮的主要的咧这讨论放伫这个罢免面顶，因为罢免阮是为今年年初就是一直咧讲，所以讲阮就是就是继续因为这公投毋是阮专业的，阮是咧用这个罢免运动。所以，阮较无咧讨论即个公投的部分。OK， 好，敬同感谢你，希望你最后冲刺会当心所欲望感谢。谢谢。感谢。因为伊声音的问题，小等互你来对话，互伊看会当来，我先互朋友来讲嘿。我是感觉阮南投需要改变啦吼，因为长期以来，当然国民党伫遐势力是非常的强，这个裙带关系呢嘛非常的强大啦吼。我这一届当去南投帮忙的时阵，我有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讲我真感谢这个所谓公民团体，因是3个人一组一户去甲南投每一个乡亲拜托。我离家路拄着因的时阵，我目屎要连落来，因为。你拍大日头之下，因是用这种角度去行。当然，友好是我的同学，我高中的同学。你同宗？伊尾仔选去竹山选议员嘛，高票当选去选立委嘛，吼。当然伊的实力较强，
因为我当去南投的时阵，无论经过即个南港工业区，或者是讲去到黄昏市啊，拢有伊的人马徛伫路口，你分摊，你家己拜托着大家吼。所以我感觉即个比较起来实力是非常的差真多啦吼。但是公民团体用因的方式，这叫做公民运动。我要呼吁大家啦吼，这毋是选举运动，这是一个公民运动。所以像阮爸爸吼，伫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时阵，其实讲起来真歹势啦吼。友好的两个同学的即个爸爸，拢咧拼人数。啊，这实讲起来就歹势，两个同学的爸爸拢咧拼人数，两个东涌的爸爸拢咧拼人数。阮爸爸就翘倒摆四界等于民间，等于倒位啊，去德山找的客户，啊，就拜托大家人数。啥怎？因为因足惊，尤其他拄即个咱建党咧讲到即个六改四的代志，其实你听起来无啥，但是你南投即个庄卡所在，尤其民间遮。大家拢足惊吓，因为咱讲哦，中国的新娘来到台湾，迄也无啥啊，伊就要摕身份证啊，你台，但是因为因会感觉讲，第一个工课上的竞争，因为你注意去看，你南投做服务业的，也是对做农产的，其实真正做较辛苦的工课，大部分拢是这个外国来的这个新娘，你遐咧做这个事工，吼。过来第三个，因惊讲。台湾是毋是即个国安的问题有真紧就去用透入的问题吼，所以因拢会惊吓。所以因为即款的气氛之下，所以你一二段的人数的时阵，搁较辛苦。我真摆想着一二段的人数会当过，是安怎？因为我长期伫遐，我细汉高中进前拢伫遐生活，我真了解讲遐个民情就是如此嘛。较早省政府伫遐然后延续出来，所以简单讲，这个结果就是安尼啊。你简单讲，朋友，你会评估讲，这安尼讲起来，你也有感动，也有进展，是到底会过也袂过？我唔敢讲会过袂过啦吼，因为迄个结果是安尼。但是如果评估内底，尚无有真侪人甲醒啦。尤其你看，这个建党这么少年，以及着南投参与，我甲你讲一个较好耍的代志。帮友好徛路口的人，拢是年纪较大的人。穿伊的背心，离外口咧举手。但是真正去参与公民团体挨家挨户的人，注意看，拢是少年人。我感觉这是一个。这阵人甲民进党有关系无？完全无关系，这是我感觉上特别。我甲各位讲，国民党也者是讲民众党会感觉讲，这公民团体其实就是民进党，其实完全毋是。遮个人拢是在地学子，甚至有的人是请假等于拼即厝的即个罢免的投票的，所以我是认为讲，伊若是安尼错误的观念，我会认为即个世代的差异会愈来愈大，离少年人愈来愈远。所以我要讲的是讲，遮个公民是因为因是南投的主地，希望南投发展更好。新的小草呢，你小草人家即分就来讲看卖吼。我先我记唔记？你头想要甲问啥？好啦，我要甲即个建党讲啦，我讲当然吼，这罢免是人民的权利啦吼。我咱社会经过7月26这场的即个罢免，我民进党24加1书完全无半会通过。我而且罢免团体无一个出来对社会对话讲歹势，阮实个，阮对社会袂交代哩。安怎讲？阮认为这个人爱罢免啊。我社会多数是拢无同意啊！我政府开遐济钱啊！我恁就爱出来甲社会道歉，讲歹势，阮的主张你拢袂认同阮，这样嘛较一个应该有一个态度较对啊！我无啊，我继续8月23，咱的这个总统继续拼，8月23，阮民进党甲伊行，同齐行，佮继续甲弄，安尼咁好。台湾需要安定，台湾需要佮这个甲咱的企业。爱多关心，甲人民的生活照顾好，而且咱一个总统，伊嘛是咱的民进党的党主席，出来安尼讲，我感觉讲一个罢免团体，虽然讲这是，因为伊迄是一区的嘛，是啊，伊这连署的人，伊总是爱对伊已经签署的人，我拢尊重，所以讲我拢尊重。我先讲一个点啦吼，你要了解讲，
你袂当用迄种旧的政治想法去看这公民，这公民是自由发起的，伊是公民，伊想爱甲你道歉。意思是讲，阮嘛无到掌握啦，意思是安尼啦。毋是，我拢袂要紧，我拢尊重啊，我有讲我拢尊重啊。问题是讲咱政府开遐侪钱，我恁恁有理念。咱佛山公道开搁较侪钱呢。无啦，你这罢免较侪钱啦。我讲啦吼，我来讲吼。咱即嘛是安尼啦，当然咱吼有明遐讲的吼，讲因这事当然吼，你来甲看，咱来讲南投这有66551人是无支持民进党，拢是一定有这的人嘛。我所以讲你要出来，你要考虑讲咱社会经过安尼理论、安尼对立、安尼敢好，对无？我咱嘛办啊嘛。我你办的，咱大家拢尊重，阮拢真民主的观念，讲好你免办，咱嘛好，咱来试看卖啊。结果无半个罢补，无半个，我无半个时阵，我爱检讨嘛。民进党嘛爱检讨，国民党嘛爱检讨。我恁提案人，咱小咱下半段就会互你检讨，对无？我是认为啦，8月23，我会当伫遮铁口直断，讲共款拢是无一个会落来啦。安怎讲你知？就是讲，因为这第二阶段，因本来第一阶段就较歹过，这第二阶较叫做吼较难赢的这个区域嘛。所以讲，这回你讲8月23吼拜六要投票，我是预估啦吼，共款甲7月26拢是共款的情形，连一个都袂落来。我共款这个问题要问这县长吼，咱会当用罢免有成功无成功来论断？这个过程是好啊歹吗？我想讲，即马公民的意识、公民运动吼，阮是足因为咱民众党嘛对这个起家呢。阮嘛是公民吼，对因一阶段、二阶段安尼努力吼，阮嘛看在眼内。毋过即届的罢免吼，咱爱讲伊也是一个政治的罢免啦，它是政治性的，毋是讲这个立委做了好啊歹吼。所以讲对大家印象就是讲啊，一届7个，还是一届25个，含阮迄落。高虹安市长嘛，伫参内底25个，所以变做讲就是一个政治的对立啦，吼。啊，这对中间选民来讲，伊是较无接受啦。这是头一个，我是公民团体，即马嘛知影。啊，第二就是讲，7月26这个结果就是对基进党一个足大的警讯，就是讲大概无认同也无赞成讲你搁安尼用政治对立的手段来处理国会的代志，吼。所以变做。拄啊，金杰议员在讲，啊，剩这7个，那无爱讲啊，总统出来回一个新的，还是讲韩国大家来讲，为什么咱爱搁较和缓？啊，无啊，无啊，伊无讲总统爱回新的啦，伊是讲罢免团体爱回新的。毋是，伊拄啊讲啊，政府还是政党本身嘛是爱负责任啊，你袂当讲放生公民团体啊，你知无？因为7月26了后，咱看到就是曹新成董事长伊讲。啊，823这度我无爱缀，这个对大家来讲就是讲啊，咱这即马是被什么人爱收线，什么人爱面对，这是伫政治的讯号。所以我认为讲公民团体足努力啊，大概嘛是希望台湾愈来愈好。啊，毋过即届罢免我爱讲，伊就是一个政治的对立的罢免吼。啊，个别的法案、个别的预算、个别的这个改革，大家都会当检讨。毋过用罢免手段就是生存战。啊，生存战就是会当过25趴无嘛？啊，即马大家来看8月23剩2天，这个就是一下子就知道结果了。咱论真来讲吼，如果讲25个伤济，啊那因讲我著经这几个较有理由的，吼，比如讲马文君、国防的，吼，还是友好对着这个新住民，吼，6年改4年的，我有理由，啊，这个有较有正当性。我想讲，即马这代志拢是去年的代志，啊，去年到今年2月初1，伊满1档了开始在连署的时，代志已经过足济啊吼，所以大概过足济啊，大概印象，大概印象就是讲，啊，你这是你就是伫个国会蓝白加起来较济，变成大跟小的问题，毋是讲个别这个案还是迄个案，大概认为讲啊，你做了无好，所以只有时间差的问题啦。啊，第二就是讲，你那2月初开始全面来做，全面来做，这个对大家来讲就是政治的迄个选定问题嘛。啊，那么，如果伊若讲好，你林书明，因为你林书明是干事长，是不是？应该是干事长吧？哦，清德的。啊，干事长。林书明啊，你来负责啊？哦，我就是要甲你罢免，安尼算作有正当性无？我认为这也是无啊，因为伊做党团的迄个负责人吼，伊
规个党有家己的，伊是无法度的代志。伊家己党有一家己的啊，你迄看起来个主张嘛。罢免主主席咯，是伊即个意思嘛？主席伊都毋是立法委员，无法度罢免啦。但你找无事主咧？毋是事主的问题啊，即摆就是讲，若认为讲这个代志，大家认为做无好，啊，即摆选举就是4年一届嘛，对毋对？大家就讲啊，都做一当尔，你就去罢免，社会是无，足侪人无接受这啦，嘿啦。所以我自头到尾，我就是问一个代志，就是讲罢免成功以后，是毋是会当论证这个过程是不正当的，是无意义的，吼，因为民友头仔点到一点，讲即款公民团体看起来敢若新的小草呢，这毋知对对摸出来吼。敢若讲头仔问讲佛山公道，伊讲阮无咧注意这佛山公道，显然甲民党立场无一定共款，吼，这个佛山公道吼，尤其咱民进党有讲到，咱主席。讲到一个 DBD 啊，咱先来看一下吼，这个 DBD， 我相信一只观众朋友吼，这一礼拜啊，吼，你就讲啊 ，Deep Body Hole Disposal， 就是讲深坑处置啦，挖超3-5公里，吼，啊来放入去，但是技术的条件甲地质的这个条件是毋是咱适合？我要吼连线吼，来请咱台退休的老师，咱地质专家吼，陈文山陈老师，老师你好，大家好，老师我甲你请教吼，这个咱台湾吼，敢有所在像他拄这个赖香玲建行长吼，伊讲吼，阮苗栗吼，这个铁砧山呐，铁尖山吼，遐附近吼，会当挖一个，即摆已经有有一坑1000公尺的，迄就可行啊，当搁挖落去，老师。这敢会使？我讲哈，最近讲的这个议题哈，就是讲要正谈嘛，要拍一个坑哈，迄技术上拢无问题啦。咱即全世界哈，会当拍上深的量到11公里啊。那咱台湾的技术上来讲，差不多5公里，这是一般的啦哈。但是即摆是讲，伊即摆要带这个核废料的物件哈，其实伊物件伊真大项吼，毋是讲一般你抽水啦、抽油吼，所以这个坑一般来讲，差不多是爱1公尺啦，吼，这个跨度吼，直径差不多爱1公尺。这种技术来讲吼，世界会使，咱台湾佫无法度吼，这是简单讲技术上吼，但是正经要做是这个技术上是会使，但问题是，咱最近这个黄国昌你讲的这个代志，我即摆你讲吼。这个30-40年前就有人提出这个概念，这是一个概念吼，概念。看咱用安尼较省钱啊，这个免挖一坑啊大坑，讲咱这隧道，像讲你即摆芬兰还是美国，伊拢有做。那拍一坑，阮物件放咧下骹去，这是当你评估啊尔吼，全世界无人安尼，都无人安尼做。但是这个问题提出来，大家就提出足侪问题啊。上重要的问题是讲，你放咧下骹3公里、5公里下骹迄阵吼，万一唔讲万一，伊也发生这个外泄的话，这个物件外泄的话，你提袂出来，那变成什么回事？变成你放咧下骹其实变成是永久放咧下骹，所以这污染吼是无得解决的哦。无像咱即马芬兰啊，全世界即马咱咧做的吼，就是挖一个隧道在下骹，差不多500公尺安尼，300公尺、500公尺，你万一啊内面出代志，我会当去处理。这是目前全世界对这个方法上吼，我在做的一个上大问题。但是这个全世界要做这种代志呢，有一个加基本的条件吼，就是讲这个地壳吼、地壳吼。爱真稳定的所在就是。即马全世界唯一通过一个地下核，这个核废料储存厂就是芬兰吼。这个全世界敢若伊这个国家有即马通过，即马你看啊吼，伊个地震呢是一个吼18亿年前的一个花岗岩，个芬兰才无地动，所以地壳真稳定，所以让这个代志。咱台湾倒变。咱台湾的地动较侪着，另外一点吼，
上重要即个我要讲的是讲，咱即个概念讲要囥5公里、4公里，乌一空囥的哦，无可能做代志。咱台湾的地质真特殊是安怎样？咱的下骹吼，地壳吼，是受到造山运动的迄个关系吼，伊咧压缩啦，伊有加力，加大的力啦，所以伊一直咧变形。所以咱若去拿即个核废料囥伫5公里、3公里的所在，乌一空囥入面吼，迄个空呢，过无偌久伊就变形啊。啊，所以你核废料就卡死伫内面，卡死内面你就是无摕袂出来。另外一点吼，卡死内面无要紧哦，因为空伊一直缩挖落来吼，所以你的核废料迄个管吼，一定会击破，击破你核废料你就走出来啊。所以这是咱台湾吼无可能做的代志，因为咱台湾的地质真特殊就是啦。陈老师，你安尼听起来吼，因为他早建恒长有讲啊，即摆即个铁尖山遐有伊即摆现有的1000公里啊，1000公尺啊，吼，应该是可以嘛。我跟你讲吼，铁尖山遐吼，遐毋是你囥核废料，无可能囥伫遐啦。你当地吼，我跟你讲吼，你会囥伫遐，绝对人会抗议啦。我即摆说铁尖山遐是你囥咱的天然气就是啦。咱较早迄阵吼，20年前迄阵吼，咱的天然气无够。铁尖山迄边遐，因为下骹油抽掉去啊，所以下骹的石站内面呢有空伫啊。咱迄阵较早做啥物代志呢？咱较早迄阵是啦，买入来这天然气呢，去灌入去就是啦。天然气哦，灌入下骹去，储存伫下骹，迄是咱后摆要做吼战备用气，就是用油就是啦。哦，迄毋是讲要带核废料哦。迄完全无共哦。我无讲要带核废料，我含主持人讲吼，这钻井技术到1000公尺，这毋是问题。啊，拄啊学者讲已经到11公里吼，这就是技术进步所致。啊，咱即摆就讲台湾的核废料怎么处理？拄啊陈教授讲的芬兰哈，芬兰是500公尺，它可以再拿出来再利用。这就是战略物资的考虑啦，不是永久封存。但老师他要讲一个重点，因为台湾的这地壳的环境是先确定的稳定性。这大家拢知影啊，即摆就是陈教授嘛是台电吼高阶核废地质钻探的专家啦吼，所以政府拢有咨询伊的专家的意见。啊，咱即摆就是台电含经济部6月去芬兰看。啊，9月要跟瑞典签迄个备忘录，拢是这款 DBD 吼，啊深埋500公尺嘛，这就是一个以后可能高阶核废选址的准备嘛。所以不是主席讲的这个3公里至5公里，你赞成的是500公尺的。不是我赞成，是高阶核废处置，大家专家爱去选址，啊去修法，啊决定讲是不是用这款方式。啊，即马全世界就芬兰做出来嘛，无啦，其他无嘛。就歹势，我必须来停一下，就是讲，因为咱咧讨论是，头先我问老师咧，是针对着国昌主席所讲的3至5公里，伊是讲无可能，咱台湾地环境是无可能。我含主持人含陈教授对话吼，咱即马讲这国昌嘛，毋是家己想出来，伊嘛毋是这方面的专家。这就是和李敏教授、叶中光教授引起国际看到的文献提出来讲，这是一个方法。啊，咱即马袂当讲无负责任讲，拢无方法，所以讲咱即马卖讨论。这是国民党政府到民进党政府已经知影，咱核三本来就要停止，咱核1、核2本来就要停止，所以核废本来就要处理嘛。无啦。这就歹势，所以迄当阵，阮讲 DBD 嘛是1957年拄啊，老师有讲，迄当阵世界拢有在讨论嘛，大概全世界拢爱处理核废的代志，所以迄当阵阮的资料就是讲，这是一个可行。啊，即马对台湾地质会当承受无？这当然要评估啊，这毋是讲你讲会使就会使，但是这方法是阮提出来，啊，毋是阮是专家甲阮建议嘛，嘿。是啊，因为文山老师吼，这个信号断去。我都再跟你讲话，虽然伊若佫转来了，文山老师，我讲其实这是2种代志啊，这无混淆去吼。国昌讲的迄是拍一空钻探，一空安尼后，
这坑哦，差不多直径1公尺的种，要拍入3公里啦吼。头啊，伊嘛有讲就是讲，咱即马你大家你做，全世界你做的是乌隧道，挖一个大仓库，伫300公尺、500公尺这浅的所在，这是要让咱大量的核废料要放进去下骹，这是可行的。啊，只是说很多地方这个所谓地质是看稳定无稳定，但上重要一点是当地的老百姓爱同意，这是全世界你做的，所以。芬兰这个伊经过30-40年所以伊较去说服当地老百姓，互伊藏就是啦。咱台湾将来嘛是爱行这条路啦，袂当我即看这会使，我要带，袂使。这就爱当地老百姓。那即马你讲的，即马大家你看，啊，你核三厂要重启的话，啊，当地老百姓你也互同意啊，伊有同意无？你袂当台北人去投票啊，对不对？所以你全世界拢是安尼拢爱去当地的公布就是啦。我想这种的将来咱台湾一定爱做，就是讲无管你安怎样，你将来到这核废料放伫啥所在除了你地质头一个爱调查以外当地老百姓一定要同意，这才会当行这条路，无一定这后摆一定是无可能。好，老师，我甲你整理一下看我理解对毋对第一，黄国昌主席所提出的这个，虽然毋是伊家己发明的，1957年就有人提出这个想法，但是当今已经到目前世界上还佫无人实现着老师的意见是讲，这拍1公尺的这个在台湾是不可行的，因为咱的地质地壳。新口径的这个环境是无可能的。如果若是迄种大型的坑，要来储存、要来高解的这个核废料，这是会使，这是全世界拢有咧用而且呢咧评估，但是爱当地民众的这个同意，是毋是安尼？是啦，主要是安尼啦。老师，我想要一个问题甲你问就是讲，因为这个1公尺的这个坑我摕到的这个资料，爱高温高压，虽然经过议员因为建筑出身的伊虽然来讲，高温高压的环境要甲藏落去，这嘛要严静，就要实验，封存了后，不易追踪，要摕佫摕袂起来。老师，你地质专家的意见是讲，这困难的条件，这敢有可能实现着？我来讲全世界。你头有讲着伊30-50年前提出来一个想法所以全世界无人做这个代志你即摆佫提出这个物件出来，是安全世界无人来做，因为不可行嘛，不可行，就是讲你放伫3-5公里的所在你提袂出来啦，出代志你提袂出来啦，所以这是真麻烦的，这是上基本的问题，所以无人要做就是这个问题。咱台湾地质佫愈差。我讲3-5公里的所在温度差不多200度左右啦。200度甚至愈悬咱台湾的地壳温度是愈悬，200度放入面第一点，你的物件一定慢慢会变形会后去。但是上条我头讲过除了温度以外，咱的地壳咱台湾的下骹就一直在压缩的是啦，所以你放入这个物件无偌久一定卡死伫内面，然后会结破，咱一个罐头相共，你结破的内面，伊物件走出来啊嘛，所以这是一定不可行的是啦。我想这全世界拢相共这个问题，所以无人要做这个代志，这是一个想法这样而已无人去做这个代志，所以我想这个毋免去受教训啦。咱上简单来讲，全世界你做的代志就是下骹，咱是300公尺、500公尺，挖一个隧道入内面放，安尼，这个是大家认为可行，所以全世界做的。其实咱台湾有评估，恁大家拢唔知影，咱要做这个代志，咱立法院2005年已经通过法律了，咱将来这个地下这个储存厂咱立法院有讲2050年要完成这是立法院通过的在
2005年阵立法院内面通过这个代志，2050年哦，啊，咱即马是2014年，咱即马是进入第2阶段哦。咱这个阶段吼，每一个阶段拢10年啦。咱这个阶段要创啥？你毋知影？咱这个阶段目前吼，就是要叫台电呢，找出候选厂址，吼。啊，当时开始做呢，2017年开始做，到2027年要结束，就是爱做这个代志。哇，老师，即摆有选到的所在无？即无，即摆因为吼有开始做2-3年啦吼，啊，因为当地的居民反对嘛，所以即摆目前这个代志台电完全无做。听一下啊，所以我讲过吼，到2027年的时候一定来不及做出选址出来，候选厂址哦，哎，哇，所以这甲人要选所在就真正有困难去啊吼。对，咱伊我讲过，这是要50年，咱要做了要50年，啊，所以目前就是已经无法度，我简单讲啦，以阮第一个观念来讲吼。伫台湾，咱的本岛内面无可能囥，无可能。咱台湾岛本身的地质伤过火药去啊，伤阿不赖啊吼。啊，咱当初其实这个搞这火药的调查，咱30年前就做，开始去做啊。前面这20年呢，啥物所在做呢？伫金门做，金门马祖做20几年。但是咱因为遐个地质上稳定嘛。但是我来讲，足一因素就是伫台遐，所以台电已经早宣布啊，他不会把这个储存厂放在金门，金门不是他考虑的地方，他已经答应当地老百姓了，所以其实咱台湾的本岛内面台湾岛本身是绝对不可能，咱的地动啦、咱地壳各方面拢是真活跃的这种环境全世界。所以人也听你台湾睇地质讲，你台湾做地动呢，人就这问题是提出来啦。这麻烦咯吼。老师，你留伫线顶吼，我先请这个金杰议员吼，互你先讲来，金杰议员。迄个老师啊，我即马是一个建议啦。你讲咱这个台湾本岛无可能做嘛？因为就是讲，咱即马地下若差不多1公里温度会压25度起来，那3公里就差75度。咱若讲咱平均温度是20度，就将近95度要100度啊。我这是要囥伫遐有真大的挑战的空间啦。我即马是安尼啦当然，咱国昌主席伊提出来这个案件，毋是讲袂当做。爱个可行性评估，就到底讲爱开偌济钱，要安怎做？伊的安全性、危险性有伫倒位啊无？会造成地球的破坏无？会造成水质、地下水的破坏无？真正去考虑。我即马是安尼讲啦我就讲大家有无共款的意见提出来。我即马是安尼讲啦，那地球袂当囥，月球会当囥无？就是讲，咱这马斯克有无咱即马这飞弹，伊即马会当飞起来嘛？咱就摕去月球囥啊嘛？这嘛是一个参考方式啊。你讲，咱地球袂当囥会兼这个火山这个废料会破坏这个地球，咱即嘛叫马斯克伊飞起。议员，我提出来，航太专家来呢。看这个老师，你看提建议，安尼会通无？咱若地球卖囥你月球呢？伊这个马斯克有无我伊就这个会当飞起来。你看老师会当回答无？老师，你要变航太专家呢？我你月球呢？咱咧讲啊这个核废料要找所啊坑其实伊内面过程内面足侪风险啦，运输嘛是一个风险啦。就是讲你像讲咱即马要啦，核1、核2这个物件要摕去台湾，咱简单讲阵若伫南部找有要囥南部，这个过程运输的过程这种风险啦。所以头仔你讲的，你若这个物件摕去月球顶悬去这个过程嘛是一个风险啦。你万一中爆炸，搭落下骹，你就丢嘞哦！哇，所以我即摆是讲这我听足侪这种想法，大家拢想过啊。我来讲60、70年前、50、60年前，上早啥物想法呢？这捌做过哦。咱伫这节目内面，我所以讲，咱的地球的板块会互相挤压嘛，会淹没嘛所以海沟咱的海沟
迄板块会走到下骹去。所以60年前吼，苏联和美国呢，伊想好，这个核废料我来牵伫海沟内面去。哦 ，Mariana 会走到下骹去，所以伊捌牵过哦，捌牵过去海沟，结果呢，迄未走到下骹，伊就已经伫海底哦，已经腐蚀掉，已经迄拢外泄啊。哦，这个核废料拢外泄啊，所以这尾大家都唔敢做啊。哦，我即摆讲，所以。足侪想法，我相信头啊，这议员讲的这嘛捌人有想过，哦，但是这内面你要评估伊足侪风险伫啊，有可能做，说不定过100年后、50年后吼，咱的这个交通各方面拢真安全啦，说不定会安尼做，会当安尼做，哦，但是我头讲的，像头我讲咱国商讲的这个拍这个问题，这是大家拢评估过啊，所以伊内面足侪不可行的迄个法啊，所以为什么？50年前有评估过，现在为什么无人做？迄表示讲不可行的事。是，来，我互这郑院长来回答这个。我认为讲教授讲的这个代志吼，即马就是科技的进步吼，个技术的提升吼，大家拢知影讲有可能，但是即马无法度。不要紧，咱即马记的壁顶。对，第二就是讲问题爱解决无爱啊。2005年马总统执政的时，定出2055年要完成整个核废高阶的处置啊。2017到2027这10年，民进党政府执政，伊开会有开无？无开会啊，无开会，无要求台电爱去做处理。到今嘛，因为核三已经除役，所有的核燃料棒爱做深埋，还是讲高阶处理，无方案呐、啊。所以今嘛台电才走去，伊才走去芬兰呐。无，这今嘛都无人处理啊。他老师，我给你整理一个重点。他老师讲哦，选址就选袂出来啦。唔是选址的问题，无开会啦。唔是，伊是选址无人，这当地拢反对啊。老师有讲啊。无，咱今嘛。我是赞成民众党吼，民众党来去压力。我和陈教授讲吼，就事论事来讲，老师讲的问题大家拢知影。即嘛是没有法源。拄啊讲2005年马总统迄个叫计划，伊无法源。到即嘛连高阶核废的选址办法拢无伫立法有一个法源，所以大家拢叫屁屁无爱做啊。结果即嘛代志拄着啊，时间到啊，无处理袂使。所以我感觉讲即个公道就是足侪层面，大概。一点一点来甲伊拆开来看，就事论事来处理。陈教授是咱的国宝啊，伊足侪经验、足侪资料会当伫立法院来处理啊。讲哦，台电咧选址的时阵，去到当地民众的抗议啊，我相信民众党以后一定会来处理这项代志。大家爱面对现实，会去面对着这个地方的民众。是啊，唔则叫民众党处理啊。来，我互民进党讲者。我刚才听这两位讲哦，就感觉讲，刚才这个。核废料代志就无得处理啊！吼，等到我感觉林金杰议员呢，佫较不信吼，直接就送去外太空了呵。但是我要讲的是讲，伊迄就来牵落来，你袂我照你讲，我这航太科技佫日益进新啊。但即摆要讲的是讲，台湾这个地质有法度承担嘛？老师嘛讲足久的啊嘛。你看1957年就评估，到今仔日为止，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想到大家唔敢做，敢若芬兰、甲美国有去执行了后，伊嘛无法度乌甲讲。伫涂骹3000几公尺落啊，啥怎？因为大家拢了解一件代志，台湾有即个欧亚板块，台湾有菲律宾板块级啊。你知影咱玉山每一年成长2公分，咱即个花莲每一个外线6公分，啥怎？因为咱的板块就是一直咧移动的状态，所以听到即个用 DBT 即个代志的时阵，想有真侪学者出来讲啊，这会使用啊，这袂使用，但是老师讲了真清楚啊。干咧选址即个代志，大家就无法度实行啊！我甲各位讲，今仔日若讲好来做这件代志，地质上稳定的所在，桃园，咱来挖一坑，来挖1000公尺以上，然后直径1公尺，要来放核废料，桃园人会抗议无？桃园人一定抗议的。你讲苗栗人抗议，苗栗会抗议。我甲各位讲。迄当阵你学的是阮三伯拄伫遐咧会勘啦，伊伫中油上班啦，所以就爱负责地质的部分。你知因遭受偌济地方的抗议，干那要挖迄个储存厂，伊互咱都抗议的无？伊讲迄是偌恐怖的一件代志。所以今仔日你何况是这个核废料？你放心，民众党会帮你三者处理。所以我搁讲一句，你讲燃料棒处理的问题，大问题过去安怎主张？
这讲了真好啦，你看出嘴较甜起来，佮饲你佮较济好食的物件，你嘛是食袂落啦。所以你干的主张讲啊，我要重启河山，你这代志无法度处理的时候，要安怎重启河山？这过去大家拢坚持过啊，没有办法处理核废料，就不能重启核电，这不是大过去的主张吗？来，我建长。我认为今麦不是没有办法处理核废料哈，是今麦台湾对这讨论代志无法度认真来面对现实嘛。所以今麦从地质来讲，科学不实。不是为地质来讲，我不认为陈文山教授没有预备选址，伊唔敢讲出来尔嘛，这头一，因为伊是专家嘛，请伊讲出来嘛。啊，第二点，这若是技术可行啊，安全怎样做到大家会当接受，这嘛是会当讲出来。即马伫韩国庆州啊，韩国庆州为15年来用公民投票、用公民说服，伊即马已经完成一个足好的。中高阶的选址场已经在运作啊！我刚刚讲，咱政府就是，尤其民众现代年轻人一早足侪资讯啊，即摆就是咱政府过去对这核能核废有一个恐惧感，这大家拢知。2011年福岛核灾，大家拢惊吼。啊，不过即摆咱对台湾第一个就是咱的能源自主很大的威胁嘛，所以讲。我认为民进党政府啊，赖总统伊嘛知影讲，即马面对这务实来讲吼，所以伊即马有要求伊台电去看，就是表示讲咱爱面对这已经无法度搁延续非核家园啦。我感觉民友嘛是比我较了解这现实。来，我来请教陈老师。庆州迄个案吼，我知影庆州的回馈，这个金额是足悬的吼。啊，因的地质条件有好无？韩国因的地质是足稳定的啦，吼、我比一个吼，韩国吼因真少地动，咱台湾逐工有地动哦，所以这地质是完全无共啦，那所以我即摆讲，但是就核废料这个问题讲，除了地质，当然核能核电厂若要起唔起，也是讲核废料这个储存厂要靠，地质是上重要的问题啦。但是这嘛唔是唯一的问题，你头讲的上重要，准你即便你找一个真好的所在要藏，头讲的韩国也小讲，一定要讲，伊的当地百姓爱同意。我相信咱台湾后摆嘛小讲，所以咱台湾即摆无面对一个真困难的问题，就是讲咱无一个讲要。起一个核废料储存厂，也是讲这个后摆讲啊，我有一个新的核电厂，无要紧哦。你要怎么去盖？你一定要有当地的老百姓同意嘛，公投就是啊，因当地公投，所以我这是咱即摆无这个法律无法院讲这高阶核废料储存厂的这个选址决定无这个法院，所以大家拢去吵嘛，而且我即摆讲，我今日要去遐调查，我即摆是安怎？伊即摆台电现在这10年，这个第二阶段伊停开呢，伊连调查都袂当调查，因为你只要说当地百姓有诶所在，知影你要来做调查伊会爱赶走啊，你根本做就免做。啊，咱即摆无法院嘛，咱若有法院讲我会当调查，但是我后摆经过恁公道，这样可能有一寡在地人，伊愿意互你去做一寡调查，但是即摆就是咱拢无一个法律的法，惊，但你政府骗我，咱就讲咱较早这地界合约啊，肯定男女相共啊，还有骗当地人讲我要起一个罐头公司啊，安尼所以即摆当然咱即摆百姓拢会惊。陈老师，想要要一个问题。陈老师，我想要要一个问题来请教OK。如果若是核1、核2，甚至核3，原来的枪支来就地、来挖坑、来甲坑落去，这地质条件敢会使？这当然，我即摆讲这拢伤过靠近咱的这人口密集的都会区啦。你甲咱讲，你也老百姓讲我的核1、核2核3就是永久储存厂啊，这当然大家袂同意。经济议员头一个跳出来。
一定跳出来啦！在新北市2个，对不对？佫一点哦，地方新北市当地地震吼，不见得可以啦。哦，你知当地地震不见得可以。你起一个手无坑无要紧啊，我50年40年就要关手啊。但是我要来你这河要坑下骹，要坑10万年哦，那较有可能，对不对？所以我即摆就是讲吼，这当然是咱在去面对的问题。所以现在为什么有人大家很多人认为说啊，河山不能重启的时候，我不愿意再去制造更多的核废料的时候，咱即摆已经有够济啊，搁一点吼，你就咱即摆合一、合一、合二、合三吼，那合一、合二即摆放伫内面，足侪拢放水池仔内面的，水池仔内面是安全的呢。你地动来吼，你的这个水池仔去裂开，去厝去崩去吼。你这核能拢外泄，迄种最严重的代志。所以我一直为什么咱要去做干式储存？干式储存就是啦，你这水池仔内面这物件，这核燃料棒摕出来放伫外口，然后有防护了，啊，所以万一地震来，影响不会那么严重了，所以合一合二哈，为什么要用干式储存？是这个问题。核三将来嘛是爱来做。无你核三江下骹拢断层，你要安怎？这种真麻烦代志。是感谢老师吼，刷来剩5分钟，我有在场的来宾吼，一人走分半来进着。即马就是8月23号公投真重要啦吼，因为拄仔老师讲也是大家贵宾来讲，对咱台湾的能源本身吼，是毋是会当较稳定供电，个对这个核能安全吼，已经做了。提升它的防震吼，个核废部分，即马全世界有真2个案例会当参考。我认为讲，大家对这政策吼，应该是爱互赖政府一个转圜的空间吼，因为灰核家园走行咱即马地缘政治的一个风险性，个咱98%的能源都爱靠进口，这是咱大家最忧心的代志。第二就是讲电力就是算力的和这个国力的展现。咱即摆 AI 的产业个足侪半导体产业耗电那么高，绿能又上不来，所以我认为讲咱即届核三重启嘛是互政府吼，大概来做一个能源选择的机会。如果因为咱主文是写着经过主管机关确认安全无虞。对。如果到时阵主管机关甲你讲，这阿姆奈这个不安全，你会接受的？咱就是咱台电跟经济部已经做出评估，大家都要接受啊。大家要科学理性，不是嘛？系啊。来，金杰议员，这个马英九总统伊嘛曾经有提出一个公投案，叫做以核养绿啦，以核养绿啦，嘛有通过。目前台湾有欠电。在美国总统川普伊嘛讲过，伊即嘛禁止，就是讲伊即嘛这个用太阳能发电，甲用风力发电啦那欧洲国家即嘛是讲核能发电是一个绿电，咱是摆比如咱嘛甲欧洲学习一个。当然，咱台湾是一个小岛，过去咱有合一、合二、合三，遐侪年来40年来慢慢发现讲真大这个事件嘛。我是感觉咱台电的技术袂歹。当然，就讲咱若有其他的能源会当来代替，咱会当来甲取消，我嘛支持。不过在目前呢，咱就要尊重民意。就讲咱的罢团，你讲好要公投罢免国民党，你就甲因罢免。咱即马就是讲无通过，24拢无通过。咱即马咱公投，后日投出来，若是讲大家拢要支持，咱政府嘛要遵守啊，袂当讲阮无，安尼嘛是无。所以，议员你嘛，如果有人提出合一甲合二，嘛要严压。不，这尊重台湾是大家的，唔是民进党的，嘛唔是国民党的，嘛唔是民众党的，大家要遵守。公投就是民意的展现。你若讲民意投出来，大家共同。我共款意思，如果到时阵主管机关也是评估讲，这阿姆奈，这袂个重启。政府爱甲民众对话，公投出来，大家承担后果嘛。你讲要台湾要独立无？台湾要统一无？这嘛要尊重大家结果嘛。好，来，朋友。我简单来讲啦，1986年10月10号，罗斯福路台电第1场的反核运动，到即马行到为止，到今年。甲停止核三的运作机构，甲今仔日行40几冬的时间，台湾人好不容易行到一个非核家园。但是我要讲，
立法院5月13号就通过这个核自反应器设施的管制办法第6条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内底就明确说明讲，立法院只要经过通过，就会当放宽这个提出这个运转的执照以及申请的日期甲期限，就会使来运作啊。所以我无认为讲立法院无这个权利啊。啊，既然是安尼，想要搁办这个公道咧？这个公道，我感觉讲，你头拄啊，这个平时遐讲了无毋对，你的主文呢，就写甲足清楚，经主管机关同意真少啊。对啊，啊好，啊其实另外伊就通过啊。政府都对法律漠视啊。无5月13号，立法通过，台电通过这个代志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台湾想要搁办这个公道，连咱头拄啊你讲遮久。干那这个核废料要安怎储存的问题，大家就讲甲哩啦啦啊！安尼我要问，台湾哪有可能有安全的核能？无啦，我是感觉主席是真斟酌啦，知影讲这个美感。